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张伟民来看到最近吵甲真加紧的这个议题。小连刷台湾是迎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美国国务院次卿 Keith Krach， 台美关系应该是清了真悬，无唔对啦吼。但是咱讲这个台美关系是哪来哪好，但是呢，还有人讲全面无要甲这个美国来建交，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咧？那么看到讲外交部长吴钊燮讲，目前是无这个拍算啦吼，无要完全建立这款的这个外交关系。那么看到讲吼，真正这句话受到真济这个讨论啊，或是讲啊，惊咱讲了伤济台美建交这个问题，中共会无欢喜。另外咧是参像讲外交部的讲法咯，伊讲即阵要无摘掉全面来建交吼，有真济考量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苏贞昌院长伊讲哦，方向那是正确，目标自然会达成啦吼。但是批评的人就是原来讲啊，这个台美建交是假议题，冇人向吼这个美国啊吼已经握手啊，美国甲咱握手，但是咱台湾煞甲人拒绝吼，到底是毋是假议题，还是讲真正有拒绝这个物件咧？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吼。另外咱要看到讲10月7就是中共对看这个国庆，台湾艺人哦去中共国庆晚会来去唱歌，这条歌的精神是啥物？我的祖国，但是你的祖国到底是台湾还是这个中共吼？那么看到讲欧阳娜娜吼，伊接受这个访问的时阵，甚至讲伫这个特地咧庆祝这个日子哦，我希望甲家己拍100分啦吼。啊，望讲一年比一年搁较好。不过咱的陆委会嘛讲吼，国人即阵吼真正无应该参加啦这个相关的这个活动，沦为中共对台湾统战的样板工具。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接着先来邀请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到政治观察员，嘛是咱前立委林罗水。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到民进党立委范云。大家好。首先，咱要来带大家来关心就讲吼，这回咱看到台美升温，但是无要建交。今日咧下晝咧嘛伫立法院啦吼，来继续加紧，先做来看。外交部长吴钊燮28出席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闭巡，顶日咧吴钊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访问，表示讲即摆这个阶段未想要求讲甲美国建交，嘛正做立委质询的重点。中华民国跟美国的复交当成你的施政重要目标。跟委员报告，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就是说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在所有可能的这个层面，跟美国，所以也包括复交嘛。在所有的可能的有没有包括啦？部长，你就回答我的问题，直接 yes or no。反对党会叫你明天就加入联合国，后天跟美国建交，然后下礼拜总统出席 APEC 会议哈，搞不好还跟中国宣战。我们现在只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讲，这个当然目前达不到嘛。部长，同不同意？同意委员的这个说法。那我在外交部长的任内不晓得还有多少时间。吴钊燮坦白讲，以务实来看是达不到台美复交，即马这个阶段台美的关系变好是大家拢有看的。强调讲外交部即马这个阶段推动的是大实外交，加强台美之间的经贸、安全甲政治往来。若是最近以来中共军机一直射台湾，立委嘛关心讲，那台海若是开战，美国伫什么款的条件之下会家己去协防台湾？就是说这个话应该要由美方来说，我们不能够替美方来说，但是我们台湾的自己的态度要非常的坚定，就是说自助而后人助。若是世界卫生大会定伫11月7到94复会，毋过还未决定讲是要以实体会议还是实行来举办。外交部表示，会甲卫福部继续拍拼，而且结合民间的力量来推案，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出席 WHA。记者综合报道。所以，伫咧台美关系正式庆关进前，咱家己外交部吼讲啥，咱无要进行全面的这个外交关系啦吼。所以，这个全面伊伫咧 NPR National Public Radio 头顶，伊讲伊吼，咱即阵也无完全要来吼有这个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吼，甲这个美国这个部分啊，咱等下好好啊来补充一下吼。咱先要来补介绍咱的另外一位来宾，咱要来邀请到中国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王祖铁，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头拄也嘛讲到吼，这个议题其实加紧了真久啦吼，大家嘛望讲，台美建交是毋是真正有可能？但是咱讲吴钊燮部长安尼一讲话，咱的这个外交关系可能爱个正等的吼。先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前立委啦吼，罗俊兄，你安怎看咧？你其实吼嘛讲到，伊这个 NPR 头顶下是讲，我们无要建立到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但是这咱咧讲甲无清无白吼。真奇怪的，伊就一方面讲要深化甲美国的经济贸易、政治
甲安全关系，啊，佮讲无充分，是迄这真充分啊嘛，迄个范围真宽啊嘛。是，啊，那讲在一个范围无，所以这讲这个做一个外交部长吼，话讲到安尼吼，自我矛盾，实在爱加油啦，爱加油啊！爱加油。啊，是有啥物考量，还是讲考虑伫咧顶面讲袂当交讲，这个蔡政府是咧想啥？因为这基本上，这个若要甲美国比做真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无简单啦。 OK， 啊，但是虽然无简单，你无需要自我限制嘛，啊，无需要自我修订嘛，无应当，这拢无应当。是，啊，你甲美国外交关系提升，北京会真敏感。啊，台湾嘛有一人无真济啦，啊，但是嘛会敲锣打鼓，受气到要死。嚯，咱会使甲美国外交，那可以会使亲到安尼，啊，完全袂记咧北京，这嘛有一定人啊。OK 虽然这人愈来愈少啦，啊，所以鼓励北京甲鼓励国内的这个统派倾向的人啊，安尼讲嘛无真无必要啊，因为你安尼表态是什么意思？是因为美国摕一个枪压伫你的叫你建交安尼吼讲你较去甲建交嘛无啊，美国遐谨慎，袂遐紧甲你建交。是，啊，所以呢，你对无简单会当达成的，你无需要只敢拍锣拍鼓、大声叫吼，哦，要建交了，要建交，讲啊讲了嘛，变做碰风，啊，但嘛共款无应当自我修订、自我限制，这拢无健康。你着认真做应当做的代志，啊，甲美国的正式关系，迄个目标袂当放弃。啊，但是要安怎进行？你外交真风险真大，你要有手腕，要有技巧，这拢无问题。但是有一项，你对技巧甲手腕来讲，你甚至对立场来讲，这个外交部长安尼表态拢是无适当的。有影啦吼，这款的这个表态，其实引发了真侪人的这个批评啦吼。有人讲真正，这个咱建交应该是大方向，无唔对啦吼。但是哪会家己切割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这回是接受到，咱头拄也讲到吼，美国这个公共电台的这个专访啦吼，咱头拄也嘛讲到吼，未寻求全面的这个外交吼 ，full diplomatic relations， 但是伊吼尾也佫有讲到吼。But certainly there's a lot of room 吼，有真侪空间会当互咱去吼寻求到，亲像咱头拄讲的，经济也好啦，贸易也好啊，政治也好，还是讲这个安全好，但是这寡拢唔是外交嘛。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范立伟啦吼。其实咱咧看到，咱真正是甲咱限制掉呀呐。我是用无同的角度来想啦。好，我先讲头拄仔罗水兄讲的是讲，咱大家当然希望甲美国会使正式建交嘛吼。但是这个代志，即马就是讲，愈有这个可能的时阵咯，就可能部长是讲，莫讲较济。吼，一方面咱台湾人吼，可咱国人哦期待太多，万一落空哦。啊，一个是讲越接近的时阵吼，要等美国较主动吼，100%拢有的时阵才讲，伊是讲。今嘛，他说此刻是讲今嘛啊，未来当然吼有可能，所以我的想法是讲可能，我唔是专业外交官哦，部长吼，伊今嘛有这个压力吼，伊爱讲一个讲越来咱关系愈来愈好，但是吼就讲要结婚吼，今嘛吼愈来愈好，但是啊未要结婚吼，唔是讲无要结婚，而是讲今嘛啊未吼，所以今嘛吼这个我当医疗，稳当医疗会结婚吼，可能是这个意思。有影啦吼，所以伊这个初期伊的英语翻起来吼，伊其实家己讲是 for now 啦吼，唔是 for good 啦，唔是永远拢未建交啦吼。所以这是咱讲这个部长伊安尼讲，咱嘛吼一字一字安尼去甲解读啦。但是伊即阵头拄罗俊兄嘛讲，有的话就是莫讲就好啊。咱继续来请教这个主题啦吼，安怎看讲即回执政党吼，即回这个外交部长安尼讲话会引发着什么这个风波伫咧？其实我嘛感觉真好奇吼，那这个时阵吼，咱的外交部长会讲这安尼话吼，其实这是真好机会吼，咱中华民国甲美国吼会使建立吼得正常的外交关系。照讲起来，咱也知影民进党政府吼，这几年来拢讲啊，
台湾跟美国即马现主时是上好的、上好的阶段，对不对？关系上好的时阵啊，照讲起来，而且即马个美国的迄个众议员伫国会有提案，讲要跟咱建立正式的关系。照讲起来应该是一拍即合啊！那咱外交部长咱家己先纠转来，对啊？讲安尼遮保守，我唔知有啥物考虑啦，但是我感觉你上无你爱甲你的目标讲出来嘛，现主时我当然知影，可能要甲双方要建交，可能有困难，但是你上无你爱甲你的期待，你的目标讲出来，唔是咧，即马感觉讲咱咧畏畏缩缩，今仔我感觉真正我感觉。而且阮在野党你讲江启臣主席嘛，伫国会嘛甲质询嘛，Yes or no？ 对啊，我嘛是希望讲，如果这个时阵趁美国即摆打这个抗中牌，咱会使得到更加好的双方面的关系不管是经贸、经济国家安全军事什么，真好啊所以讲大家拄啊罗水委员咧讲你自我限制其真正是互人即款感觉，这毋是加这个在野党的安尼感觉。你执政党的咱的这真侪人嘛，感觉讲，你这个讲法是不是小可失言呐？因为这个时阵其实会使一个表态我拄仔就讲啊，现实上现实上咱可能无法一步登天，一步到达这个目标，但是你要把你的态度讲出来即摆咱是看到态度感觉纠转来这做法，就算讲咱即摆无，你上无会使甲咱讲步骤嘛咱感觉3年会使，10年会使，20年会使。无，咱按1979年，咱甲美国断交了，到即马41年啊呢。其实咱会使有一寡新的做法，尤其咧即马嘛，因为我就讲嘛，咱讲台美关系上好，这是民进党政府讲的，是不是？外交部就这个讲法有点有点戳破一个所谓台美关系最好的这个状况。OK， 所以这个台美关系真正是一个气球一度就破吗？继续。我是想讲这个代表这个代志真正有可能啦，因为足远的时阵你就讲要跟美国建交，跟美国军拢会在讲即马就是讲。很接近了，差几说啊！而且这是部长伫甲美国人讲话，你甲美国人讲话，你讲我今晚要甲你建交，小咱人个无这个代志，安尼唔就歹看。对哦，所以今晚伊讲话对象是美国人，咱内部拢知影讲台湾希望甲美国建交嘛，大家拢知影代志啊。有影啦所以这个对象无共。但是伊即回安尼讲其实嘛引发着真侪讨论。嘛有人讲，其实是这个吴钊燮部长甲咱的这个驻美的这个代表可能因两个之间真正伫咧外交的代表团头顶想要占这个上风啦咱嘛来看到讲这个其实罗水兄真正有伫面册安尼写拄则咱嘛讲着怪。遮尔奇怪，台湾也算是一个国家若是讲无爱做一个真正的国家，但是咧这个萧美琴，佮自称是这个驻美国的这个大使啦驻美国这个大使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啦咱继续先来请教罗水兄啦你写这篇文章特别点出着这个美琴嘛，伊伫这个Twitter 头顶，伊介意的这个部分啦你安怎看咧？他们讲嘛，伫美国一定。会拄着美国人甲讲你是大使，这边不料，但迄毋是正式的。做一个迄个驻美的代表，伊实际上是大使，但是名称所代表，这是真委屈啦。但是委屈，这个委屈的安排是甲美国人双方讲好的，所以你若感觉这个委屈爱解决，就你嘛要讲讲好势再解，还比较较适当啦。其实这个唔是讲萧美琴甲这个外交部长哪种无共款，这个吴钊燮讲话嘛无啥共款啊。参像我拄则就讲啊，一方面伊讲迄个要经济、政治、外交甲安全关系拢要建立，安全关系比正式外交关系迄个进一步的呢。进一步的安全关系就要建立，外交关系讲要动咧，这矛盾咧。你看美国甲每两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迄个安全关系相冲突咧，一大堆嘛。迄个有正式外交关系，但安全关系无地带，嘛一大堆嘛。若讲迄个有。安全关系，迄就比外交关系更较深入的。你安全关系歹，这外交关系坏，这嘛怪。坦白讲这
对北京来讲啊，这个外交关系伊无希望台湾有，这个安全关系嘛同款无希望台湾有。若对美国对中国真正都上大威胁，等都是安全关系啊。是。所以你本来讲啊，我去外交关系不爱去充分，不爱负，不爱充分的外交关系。但你搁讲要去个，这就是要卖去敌视北京。卖敌视北京，你搁讲一个更严重的安全关系，这真嘛自我矛盾啊。是啦吼。所以这个情形啊，我是感觉，咱整个国家啊，迄个安全国家安全机构整体团队的运作，要来形成内部的共同价值观，甲一个对外口客观精细评估，进一步建立一个迄个战略关系、战略观点，再来发展出具体政策。这看起来啊，这个蔡总统要加油啦！蔡总统爱加油啦吼，咱继续来请教主题啦吼。蔡总统安怎即地来继续加油吼？头拄罗水兄其实有讲到吼，咱的这个伫对内啦吼，这个关系若要拍开吼，咱真正有当时还佫考虑到中共吼，其实嘛是真济有统派这个人的这个意见，拢爱包含在内。但是这回安尼来讲，若是要建立这个头拄罗水兄所讲的这个安全关系，当然就是卖吼得失到这个北京吼。但是外交关系吼，可能是互这个中共吼佫较下民主的这个所在吼。所以咱若是要安尼拢关系到，还是讲考虑到因的关系，咱的这个关系就免打进前啊。不是，如果咱的外交部长，伊若是考虑你讲吼，北京吼伊会反应，你也直接讲出来啊。OK。如果这是事实。照安尼讲，咱的外交关系拢唔免发展啊，因为你不管做啥，你拢会讲北京拢会威胁，拢会袂爽，对不对？所以讲到底事实上伊的想法是安怎？其实吼，在即阵内底吼，伊无回答得真清楚啦，吼。可能有一寡想法是讲伊可能是惊讲北京迄边有啥物反应啦，吼。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吼，咱即摆的外交关系本来就是真艰苦，吼。蔡英文政府起来，咱失去7个邦交国，所以讲，这个咱需要有国家跟国家跟咱建立关系啊，这事实上是安尼啊。咱中华民国主权才有法个建立起来嘛。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吼，因为即马美国甲中国大陆无好嘛，所以讲有这个空间吼，咱会使提升咱甲这美国的关系啦吼。我看进前。吼，咱的执政党就民进党政府嘛是安尼做的啊，吼对不对？你看美国啊，通过什么法律对台湾有利的，哇，都出来做广告啦，出来发声啦，等等，对不对？那即届咱美国国会议员即摆正式提案啊，那都咱外交部这纠转来，哦，这是我感觉好奇的啦。其实我感觉部长吼有必要出来吼讲较详细，到底是什么原因？吼，如果真正吼是因为吼惊得失到北京。你也甲人民讲啊，咱会使体谅。如果你是惊安尼，为什么其他你做唔惊？对不对？咱咧做一个外交的迄个工作，咱嘛是直接跟北京直接对呛啊，对不对？ OK， 就是讲吼，美国甲这个中国两强咧对抗的时阵，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机制啦？吼，到底是袂伫这个时间吼，尤其咱讲11月初3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啦吼，是不是这个时间嘛过头敏感吼？可能嘛是一个爱去考虑的这个原因。但是咱嘛佫看到讲吼，其实真侪人吼，真正针对这件代志吼，有家己的看法咯。尤其讲吼，完全无符合讲咱是中华民国台湾这个重大这个利益哈，动机。 实在真歹使人这个理解吼。另外，亲民党立委哦，辛富雄伊嘛讲吼，这项国防部放弃第1级吼，是共款的这个开口啦吼，就是吼咧收的意思就是吼，惊影响到这个北京吼，咱继续请咱的范立委。有，我想讲你。 北京的压力哦，大家拢知影吼，但是据说今嘛咱做立委做民意代表立场哦，跟外交部长无同，因为外交部长以恭维，大家讲这是台湾的官方的恭维哈，是嘛？刚美国的参议院的议员，已经嘛是国会的那个国会的议员嘛，以恭维也是钦差讲，但是那是川普还是川普的国务卿恭维就无同啊哈。我也观察是讲吴钊燮部长以恭维拢就碎裂啦，已经嘛咱讲当然是跟中国压力。
有关，但是当然袂使讲直接讲出来，讲出来就修过坦白啊吼。 OK 我想这是伊讲话的艺术啊。 OK 我是感觉讲今嘛就是讲这机会吼机会非常好，但是哦，伊不方便甲阮讲较清楚。好，伊今嘛讲甲美国人听讲吼，阮今嘛也袂讲现在100%要甲你建交，因为建交的代志呢，就是中国要跟美国断交，再会使跟咱台湾建交嘛。啊，今嘛。 中国跟美国伫冤家，但是阿袂讲吼要断交吼，而且咱台湾今嘛讲建交吼，就变得川普的压力就大的，所以对伊来讲话，台湾今嘛好一寡空间吼，安尼较好啦，无就北京嘛会讲吼，哦，无你要跟台湾建交，我就会。 不玩 gay 啊哈，就是太复杂了，因为今嘛咱可能参加国际组织比较重要。OK， 现主是这个国际组织较重要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这回吼，今日这个吴钊燮部长伫咧立法院佫讲较明啊吼，尤其除了这个外交的这部分，咱佫吼战略这个思考伫咧啦吼，尤其吼，咱嘛看到讲吼，台美吼，若是讲有倒一份文件吼，这是这个江启臣，这个咱讲主席吼所问的吼，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一定会出兵无吼？其实咱头段嘛一直讲过。 真正袂使台湾讲到准绳，若是讲台湾吼代表美国讲，啊等下美国佫甲你伸嘴皮是要安怎啦吼，所以伊的回答就是讲，这个话应该是由美国来讲吼，伊讲袂当代替美方来讲吼，啊所有的国民嘛，你都要了解讲，台湾上重要基础关系是伫台湾关系法吼，啊法律定甲真清楚，就是讲美国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啦吼，这是透过台湾关系法所定的，啊这嘛是吴钊燮部长伊所先讲的吼，继续咱先请罗水兄啦吼，那是。 用即站的方式思考，伫咧台湾关系法吼，即个部分啊吼，做一个基础。伊讲即句话，也是讲佫回头来看讲，咱头拄来讲的即个外交即个情形吼，无遐尔完全是即阵要来建交，啊，佫有战略上的即个思考，安尼敢讲会通？这个部长回答国民党主席这段话，我是感觉真漂亮啦，真好势啦。是。 啊，你若讲，这个主席，那你过来讲，有啥物文件无？总统是即摆才有呢，总统毋是拢民进党伫做呢。头前要国民党做搁较久的总统呢。啊，有这个文件无？啊，本来有啊。啊，中美协防条约啊，去国民党两党创了啊，创啊歹了啊。啊，这款的罪过无甲追究，都真加在，不连翻头不来讲追究，是 OK。啊，这真无道理。所以这吴钊燮这段话啊，我感觉伊回答真好势。OK。伊无唔对，无像协防去有两蒋搞掉的那个协防条约的存在，但是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的存在。是。啊，这就牵涉到讲美国袂当忍受讲台湾的安全。 和北京用非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是。美国做到安尼，啊若要做较济，吴钊燮国民党，你立法院提去，看要哪做要求美国。所以你即摆大家咧讲外交啊，毋是一党的代志。是。哦，所以两党外交，所以今仔日看到国民党，你感觉这个吴钊燮。 讲这话讲了无事实，我嘛感觉是真好。啊，若真好的时候，嘛甲恁好的意见正式向美国交涉，为什么不做呢？想为啥不爱做？啊，这无及格啦，这无及格。OK， 主题安怎看咧？无及格啦吼，卖袂记啦吼。这个国民党政府吼，保护台湾这块这块土地吼，嘛好。 中国大陆无法度侵犯台湾嘛，吼，对台湾的经济贡献嘛真济。虽然讲无做到真完美，吼，无做到100分，吼，但是呢，嘛伫这块土地内底吼，做真济代志啦。OK。那为什么吼，这个阮的这个江主席吼会安尼问吼？主要是即马绿营吼真济吼。 会出来讲，就讲如果吼两方吼若是有战争，若是相拍吼，啊美国会出兵会来保护台湾。这是马前总统先讲的。无啦，毋是马总统，伊是讲迄个首战即终战啦。啊，尾啊，这个出兵，伊是讲马前总统，伊是认为美国未来嘛。是啊。我是讲绿营的啦，吼，甲我民进党这民嘴啦、政治人物啦，因认为讲美国会来啊，吼。
真正放出这个风声嘛，所以讲蒋主席才会问咱外交部长讲，如果这才是真的，是根据什么文件，什么正式的条约还是什么，拄啊罗主任讲对啊，确实是无嘛，总是这样啦。因为民进党政府认为即马台美的关系真好，所以讲呢，即马这款的这个想法来想象可能会实现，但是我会提醒啦美国家己做的民调。其实比咱台湾人的民调较重要。为什么？因为要出兵的是美国，不是咱台湾啦咱台湾人无，咱中华民国无法度要求美国一定要来嘛。但是美国的民众安那想？过去这个啥芝加哥的全球事务委员会做10几年的民调，上悬甲2018年啊。伊个民调是安那做讲，美国人认为讲，如果两岸若是开战，战争，你有认为讲美国人应该派兵过来无？上悬才35%尔，所以讲，美国人因家己就认为总要派兵来，这个认同就无悬啊。所以讲你要安怎保证？要安怎保证？所以讲，我的意思讲，咱来维持一个较灵活、较弹性的角色。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上嘛，所以讲对，所以讲这是咱政府要安怎维持两岸和平，大家卖战争，和平一个稳定的关系，这是执政者爱做的责任嘛。我同意这个主题的讲法就是讲鸡卵袂当专放伫这个共的一个篮，但是过去的这个篮内底放的鸡卵，咱拢甲伊放伫中国家啦所以这过去这个部分，咱即阵嘛有咧思考啊所以。即阵来讲啦继续来请教这个范立伟啦头拄仔咱讲的自我防卫者也是讲这个外交真正头拄仔咱嘛一直讲，唔是咱讲的这个准绳尤其咱看到这回这个江启臣伫咧立委伫咧这个立法院国安尼问，其实大家拢看现就是讲真正台美关系有这个法的这个基础伫咧，咱若要去做超过这个物件，嘛是袂当稳准的啦是，头拄仔罗水兄讲啊，足好的啦，部长安尼回答是袂歹，因为这个你讲美国要出兵，唔是咱台湾人讲就对嘛，一定要美国人家己来讲啊。你讲台海发生战事啊，看是虾米人唔对，这嘛最重要的美国甲台湾本来就有足侪合作，包含军事嘛。这款代志袂使讲咱台湾人家己讲美国一定会来100%出兵，无这款代志啦所以出兵嘛，无一定是用民调决定嘛。所以这个代志我是讲出兵嘛，足侪方法。最近美国他什么时候那个航空母舰来行者，就是讲伊叠加一些势力范围我是这代志无啥物好彩啦。当然，咱台湾人家己嘛爱。要自我防御嘛那个军事的预算呐国民党卖来乱攻，这个袂使买迄个袂使买你自己要有防御的一个决心美国在必要的时候，那就看那个时候发生的状况。我是讲差这个不是啥物好代志啦，是咱家己有决心要守护咱的民主，安尼较重要。OK， 就是讲美国就是3不5时这个军舰来看一个顺一个嘛，维持着这台海和平。但是咱嘛有看到讲其实这个今日吴钊燮部长立法院也有互人问到其他2个问题啦，咱嘛有做一个整理。第一个也是这个武统级的立委林昌祖啦伊讲这个洪都拉斯已经连续5年无伫咧联合国大会咱讲辩论的时阵挺台湾咱国甲这个洪国邦交如何这个洪都拉斯甲其他国家已经透过致函的这个方式表达支持台湾的这个立场另外，咱个回过头来讲到台美关系这个部分也是讲真正咱讲这个民进党立委罗致政还是讲反对党若是叫部长马仔就加入联合国，也是讲后日就甲美国建交，咱家己画啦这个吴钊燮部长伊讲无好势咱讲甲中国来宣战啦这是吴钊燮部长的这个回答啦继续搁先请教罗水兄啦其实讲反对党这个民进党立委的意思就是讲反对党叫你安怎做，你就搁安怎做就是搁你一直要求啦，安尼的部分你安怎看咧？我的看法就是，伊即届这个风波我莫直接回答这个，翻倒头来看这个问题啦。翻倒头看这个问题是讲，国民党上爱讲就马英九带头啦。你看，这个若发生战争，美国绝对袂介入的。是。马英九讲啊，唔是开玩笑，他带头国民党对迄个两蒋以后做个上大的就马英九嘛，伊讲上权威嘛，袂。
啊，所以这真典型的国民党的想法啦。啊，国民党啊，搁爱真爱的就是讲，会去看美国民调，要出兵的无济呢。这敢安尼讲，敢袂怪怪？为什么怪怪？美国第一届出兵的时阵，伊民调悬的啦。莫讲为着台湾来出兵，民调袂悬；为着中东出兵，民调会悬袂？为着这个乌克兰出兵，民调会悬袂？拢袂悬啊！全世界人性共款啦，毋是讲美国人无爱出兵台湾尔啦，全世界拢共款。所以用这款的全世界普遍的人性来看一个国家会出兵袂出兵，无理性，伊民调拢袂出兵嘛，啊战争拢不断发生嘛。啊，所以这个无理性的马英九哪会做一个总统遐无理性呢？啊，尤其讲这个北京绝对袂介入的，真奇怪呢。伊讲北京袂介入，个首战集中战队一开始战就输啊啦，是第一工就输的意思啦。啊，这个北京头个拍去呢？为什么头壳拍去？这第一届战首战集中战，第一届战落一天台湾就倒，啊台湾来倒，美国要救嘛救袂赴，全世界要骂嘛骂3天也结果。安尼这款遐辛苦，毋免任何代价，啊就会当修成遐尼大个代志，唔做，这北京头壳有拍去呢。啊，这是北京头壳拍去，甲即阵唔拍，还是马总统头壳拍去。我看国民党去研究一下哦，啊无安尼对即款因为伊做总统就安尼直直对去吼，对国民党真不利呢。你看即摆迄个支持度直直降。我看，好，主体来回应一下啦吼，就是讲吼，真正咱咧讨论就讲吼，这个经济部分啊，他都要主体是第一个先讲到吼，马英九前总统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过去吼头一战就是上尾一战，啊，尤其美国未出兵，其实咱看到吼啊，有当时中共的这个环球时报嘛是安尼写的啦吼，你安怎回应咧？感谢罗主委员的关心啦吼。阮国民党毋是假，阮国民党的过去就安尼讲，阮国民党的坚强啦。国民党也伤软哦。是啦，是啦。民进党无竞争，我真惊民进党腐败。国民党不是今仔日讲软价啦吼，阮会坚强，为着中华民国台湾这片土地来努力啦吼。啊，但是吼，罗委员拄仔就讲啊嘛，马前总统前嘛吼，进前的总统嘛是咱的真主席，所以讲。伊代表伊个人的言论，吼。OK， 这是个人。都对啦。不，阮尊重伊的言论，吼。 OK 啊，大部分坦白讲，大部分我会认同啦，吼。啊，但是我坦白讲，伊的讲法，伊的技巧，吼，技巧，会使搁修一下啦，吼，可能会搁较好听，吼。啊，但是我会认为讲，伊讲的伊言论吼是善意的啦，吼。所以讲，伊是咧提醒讲，两华吼千万唔当误判。你若误判，你可能两华就会拍起来，就战争。 我相信无人希望讲两岸会有战争，因为这对咱的性命、对咱财产真大的危险嘛吼。讲到美国，我当然希望，如果两岸有代志的时阵，美国会来甲咱战胜，会来甲咱斗3天，这我心内希望的啊。但是我的希望，也是讲台湾人的希望，敢一定会达成，对不对？咱拄啊迄个像咱的外交部长嘛讲啊，自助人助嘛，主要是咱家己。 吼，嘛，咱嘛家己嘛爱，你俩坚强，咱家己嘛爱做好代志，吼，嘛爱迄个啥，这你才有法度，迄个未来可能美国会来斗3天嘛。所以讲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吼，国家安全吼，某种程度吼，毋是分哪个你哋啦吼。有影啦吼，这句话我同意。但是咱嘛看到讲，中共战机已经连续12天来，咱讲吼啊，这个中共的讲法一直讲，蔡政府你就是一起无空，但是到底是咧起无空的是啥人？咱搁继续请教咱的这个范立委啦吼。我是讲吼，头拄讲马前总统啦，伊若是讲吼自助人助，安尼伊话就讲较正确啦吼。伊讲啊，敢若是咧恐吓台湾人民啊，下面代志拢是咱台湾人唔对吼。安尼他从来没有谴责习近平，这是伊的问题嘛。伊做总统做到中华民国总统嘛，是咱台湾的总统，讲话讲到吼，拢伫讲咱台湾不对啊，从来没有说愿意为台湾而战。我是这大家都不信任他嘛，所以今嘛怀疑讲吼，无做总统以后可能是。 我甲中国迄边去啊，这个嘛对国民党就无好呀，就甲头拄啊罗水兄讲的，好，台湾人就对国民党越来越不信任。今仔日有一个民调，本来蔡总统哦，两岸的支持度，这嘛是联合报做的哦，本来
无足悬哦，但是现在到历史新高，支持伊的人比不支持的人更加悬，这是联合报的民调，这代表讲嘛，就最泛蓝的选民刚刚说蔡总统做两岸关系做甲袂歹，这是国民党的警讯啊。我无认为做了偌好啦，国民党歹嘛，较无好啦，国民党无好啦。国民党歹甲安尼，无选第二地啊嘛。是。好啦，就是毋茫讲这个执政也好啦，这在野也好啦，继续为咱这个两方关系来拍拼吼。有影，咱嘛要继续来讲着吼，其实咱咧讨论的就是讲吼，这个中共啦吼是一个大问题。啊，若是讲咱的这个艺人去甲中共参加因的国庆，嘛是一个问题啦吼。先做来看。中国11国庆，中国官方媒体央视公布国庆晚会阵容，其中穿归属正红色礼服，徛伫舞台中的是台湾的艺人欧阳娜娜。也甲中国的艺人合唱中国爱国歌曲《我的祖国》，大家一起合唱，然后又是以一种特别澎湃的方式，我觉得就是期待又激动，但是同时也挺兴奋。中国梦，祖国颂，向祖国告白吧！最近甲演艺的童心带去中国发展，欧阳娜娜就要去国庆晚会表演，伊直接表示中国就是伊的祖国。记者打电话给因爸母，欧阳良伊并无接电话。咱若报关的小妹报美，伊是表示欧阳良因规家伙仔目前无伫咧台北。另外，嘛会伫中国国庆晚会演出的，还佫有台湾的艺人张韶涵。我一起向祖国告白吧！台湾的艺人要去中国国庆晚会演出，引发大家的讨论。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指出，诚做公众人物，还佫走去中国唱无适当的歌曲，民众自有判断。文化部嘛发出声明表示，伊就委会认定，若是相关的行为涉及文化部管理的事项，文化部会依法裁决处分。陆委会呼吁国人不应参加中共11相关活动，沦为中共对台统战的样板工具，也不应支持协助中共对台进行统战宣传。国人赴中国大陆从事相关活动，应考量国家尊严、社会观感及法律规定。陆委会强调讲，民众无应该支持或者是协助中国对台湾统战的宣传，这个举动会伤害到中华民国国家的认同。若是行为有涉及到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相关的规定，会依法查办。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咱头拄也听到吼，这个欧阳娜娜吼，伊是唱哦，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哇，这句这个唱歌啦吼，是进前旧年就安尼唱啊，今年伊伫要国庆头顶唱我的祖国，然后到底伊的祖国是这个中国还是咱台湾吼？其实嘛引发到真侪讨论。咱嘛先整理到这个图表先带大家来看吼，伊过去就是支持一个中国吼，咱嘛看到伊咧讲北京话时阵，拢是字正腔圆然后，所以咱嘛看到另外一位艺人张韶涵吼，伊嘛是祝这个祖国啦吼欢迎昌盛吼。其实咱讲到这个。张韶涵啊，伊其实是这个加拿大籍的这个部分哈，但是伊过去嘛是台湾发展了真久啊，所以因这回伫咧10月初1，就是咱讲的这个中共国庆的时阵，要唱这条我的祖国。另外咧，过去台湾艺人吼去到大陆、去到中国，有真侪种争议，佮有这个黄安啊、黄安吼，过去伊甲真侪这个艺人吼，甲伊曝光因是这个台独分子吼，啊放话家己会当做这个台湾的这个省长，嘛讲哦台湾是一个鬼所在啦。另外，咱还有另外一位艺人，叫做刘乐言，然后伊讲台湾唔是一个国家，啊个创一个这个 China 这个歌曲吼，买手去这个伯恩来甲加啦吼，做一个台湾吼。啊，咱就看到两个人吼，拢是倒来台湾美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另外，这林心如嘛有讲到，永远无要支持着台独啦吼。但是这民进党前主席杜英台是讲哦，你是会当自由唱歌，但是你嘛当选择吼向无自由来低头啦吼。咱继续来请教罗水兄啦吼，安怎来看这回这个代志？有人讲吼，是毋是爱注销伊的国籍也好啦，还是讲吼用这个什么法去甲处罚？但是咱看现主时这个法拢无真明确去甲做一寡规范吼，你安怎看咧？伊讲这个欧阳娜娜讲。伊要庆祝中国国庆，是啊爱祖国，啊希望伊爱到有100分。我看，古你100分真远诶。你若爱祖国爱到安尼，安那会袂变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爱唔走到爱，直接规划去。哇，啊个爱到安尼，个唔变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我看我遐真假哦。啊无的确。无的确真爱啦，啊，但是嘛真惊啦！哇，若变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啊，要走袂去，看要安怎？所以到底是
爱到100分，还是行到100分？我看行到100分较大面啦，啊，这就可怜大啦。啊，加在吼，虽然艺人啊，大家讲，社会拢真捌，有适当的社会的影响力，但是伊那较直直讲，啊，就参与国民党安尼讲，直直讲，一个中国就要共识，啊，台湾社会愈来愈拢无甲支持，啊，这个愿意承认家己做中国人，伫台湾都纠到存无几个，啊，这嘛真可怜啦。不一样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即阵的这个两岸条例，真加载啦，真加载啦吼。不过咱讲到这个现行哦，这个两岸条例第33条之一，咱吼讲台湾人民袂当吼，甲这个中国，也是讲大陆这党务、军事、行政，啊，佮有这个政治性的这个机关团体，也是涉及到这个过去咱讲对待工作的这个部分啊，影响到国家安全利益，干那安尼这个规范尔吼。伊讲任何形式合作的行为，拢袂当来去做啦吼，所以。这回敢真正用这个法，就会使来处理掉后用娜娜这个问题吗？我是讲吼，这因为咱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嘛吼，以前对这款代志阮拢较宽吼，但今嘛就两岸的关系就紧张的吼，我想陆委会讲要罚款是一个吼清楚的态度的表示啦吼，大家嘛卖讲这款代志足奇怪，我讲是较上正常啦，就甲台商共款嘛，台商伫也无讲这款话吼，但是足侪人我想讲趁钱趁到吼，要转来台湾啦，所以讲的拢是假的啦吼，是讲人有一句话讲吼，商人无祖国，做生意也无祖国啦。吼，钱伫倒位当然伊要趁钱嘛，吼，趁钱吼，啊，伊当然希望讲遐有钱吼。啊，甲大家讲一个美国的例子，理查吉尔伊为了迄个西藏的问题吼，去中国封杀就侪年啊，美国即马电影嘛，希望讲去中国遐，伊就没有约啊，吼，伊为了支持西藏人吼，牺牲啊，伫中国做生意的代志。所以即马不止咱台湾的歌手啊。就最美国人什么篮球国手哈，为了他做行李，弄唔敢公斤呢，这是就大问题哦。但是我想讲吼，咱台湾哦不能够双重国家认同嘛，刚他都要落水遐讲的吼。北京嘛袂当认准。对，伊嘛袂使吼，所以吼。陆委会做一个明确的态度，公你也在底下做行李了哈，啊，你不是公开场合公下面没有人要计较了哈，但是你这么公开的成为统战样板哦，今天不是好的代志，啊，你转来，过来咱台湾吼享受健保，被探咱的钱哦，或许这是不良示范啊，我想陆委会应该要做一个明确的态度，安尼较好。有影啦吼，咱讲到吼，这回为着要这个查办，咱讲后用娜娜这款的这个情书，这个中国国民党吼李桂敏伊嘛讲到吼，过去阿妹伫咧唱这个国歌的时阵吼，这个中国封杀去，啊，伊当阵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主任吼郑文灿伊是讲吼，民主国家表演自由是基本人权，但是即阵啊李桂敏嘛是用同款的话，伊讲吼这个部分就是查办登录的这个艺人，民进党政治是学中国啦吼，咱等下好好请教两位，咱先请这个主题来回应一下吼，你安怎看讲李桂敏所讲的这句话咧？我先讲个清楚吼，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吼是一中各表，唔是一中原则吼，莫甲国民党抹红啦，抹红国民党无法度互咱这个国家吼更加团结，更加坚强。吼，第二吼就是讲欧阳娜娜这个代志哦，你问我个人的感觉吼，我坦白讲，我感觉无认同，无介意，听落不舒服啦。OK， 这实在话。这是个人啦吼，对，这个人，我想足侪台湾人民听了拢共款这个感觉啦吼。但是你回过头来看，伊这算啥言论自由的部分嘛吼。但是11国庆，吼，是啦，11国庆，是官方活动。你莫讲吼，有个人介意这个啥中国大陆，嘛有人介意美国、介意日本，哦，甚至咱。过去有一个总统讲，咱钓鱼台是日本的，对哦。这言论自由，那个保障吼。啊，如果坦白讲，如果违法，吼，咱即马有提到讲，这《两岸人民关条例》33条，是33条，对。那如果伊若违法，就甲办嘛，是，就甲办，哦，速办严办。啊，但是唔是，如果是言论自由部分，你无介意，但是你爱尊重。我坦白讲，上好吼。
甲惩罚的上好的方式是安那？用市场机制，大家也莫听伊的歌，莫买伊的唱片，吼，莫看伊的演唱会，对，伊就感觉压力吧，伊就袂讲即款话，无就伊去大陆谈。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啦，吼，即摆咱的政府吼，你出来，你与其讲你出来讲，你不如你实际上你就做。比如讲伊违法，你就甲送办嘛。啊，如果伊也无违法，吼，啊是讲你也感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吼有小可模糊的空间，应该要修法。啊，就摕出来修。啊，莫讲吼，每一届我坦白讲，主持人你讲这个人，吼，这个艺人去大陆讲这个话，吼，讲啊，中国大陆是我的祖国，敢讲这个人尔？其实唔啊啦，其实我查到这，我就要歹势讲。坦白讲，我会认为讲吼，那是会使吼。理想的状态，吼，艺术归艺术，吼，政治归政治。啊，但是无法度，这侪人去大陆做生意，还是讲趁钱，就面对这个问题啦。伊有一寡压力，我会使体谅，但是你袂使伤害咱台湾人民的感情啦。毕竟伊是公众的人物，伊讲的话有影响力，吼。啊，如果你讲了无好的，讲了唔对的，吼，总是会伤害咱嘛，吼。所以讲我认为啦，吼，未来这个线。要画咧倒位吼，可能爱较清楚的吼，啊无咱即马炒的，后礼拜、后个月可能阁无人讲遮的吼，啊明年伊国起过来啊，啊是毋是咱阁炒一摆？所以讲陆委会还是讲文化部对这个代志，我感觉要表明态度啦。OK 吼，做这个法律系。补充一个啦，他拄仔阮是讲这11是中国的国庆啊，啊你他拄仔讲国民党迄什么一中各表是毋？啊，一中各表当然不是那个 PRC 迄个国庆，啊，你国庆日10月10号是10月1号，啊，这就是讲啊，你已经承认迄是你的国庆，啊，你的祖国就不是咱中华民国，就是迄个人民共和国 PRC 嘛，啊，即咱是讲画一条界限。台商无这个问题，伊伫做行李，伊即马是参加国庆日吼，一个官方的活动吼，无啦，你那陆委会拢无管哈，咱学者嘛可以向官方机构去做，把阮伫台湾做研究上互因，这就袂使嘛，要画一条界限啦，不是讲啥物人拢袂使，是讲有一寡代志袂使做，啊，这10月1号国庆日，啊，你是承认多一个祖国，这是有冲突，这个美国吼，甲日本无共啦，好，今嘛阮跟美国可以使双重国籍，但是你跟 PRC 就是袂使双重国籍，因为他今嘛要拍咱台湾啦，而且有一个忠诚度的问题啊。有影啦吼，头拄仔咱嘛有讲到吼，其实伫咧即个咱讲陆委会化工吼要严办即个部分啊，其实即个法律的即个赞助可能还佫较有路的即个执行面，可能即个落实的即个部分才有法度去完成吼。伫法律赞助，咱佫会当安怎去甲解较清楚的无？即个爱提这法律吼，可能落水遐是专家会使听伊讲者。但是这个立法的这赞助啊，有人讲这立法你就是爱修改啦吼。但起码有一寡反渗透法，但这个应该是刚好就是做行李，然后下面界限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看有没有触犯多些问题啦。这我补充一下，咱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3条，伊是规定讲吼，禁止吼，咱这个莫讲艺人啦吼，咱的人民团体袂使甲对方的党政军有合作行为，党政军国庆晚会就是党政军啊。另外一条吼，袂使甲伊有政治性的吼，这个合作行为等等。我的意思是讲，譬如讲，什么是合作行为、合作行为，你这爱定出来，哦，你要有一个标准啊，哦，一看起来这条敢若会使处理。啊，但是你要另外一个角度，感觉袂使啊。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未来的修法这个部分吼，还是讲陆委会会使做这个行政的解释，解释一下吼。啊无吼，咱无依适从啊。OK， 有影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吼，一个党政也是军的这个部分，拢袂当有任何这个合作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嘛看讲吼，其实这个法律的赞助其实也无定遐明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过去有人讲吼，这个亲像咱头拄讲的这个李贵敏伊讲的吼，即嘛是这个插班吼，也是政治学中国，但是到底是谁来学啥吼，其实都要好好来讨论。咱嘛来看讲吼，过去中国打咱台湾艺人吼，真正是无咧手软的吼。咱看到上早吼，进前是这个阿妹吼，伊参加到这个就职典礼唱国歌吼，啊去用讲啊这个中国封杀4党啦吼，啊佫有这个。周子瑜啦吼，伫咧2016年这个选举进前，哦，伊举着咱的中华民国国旗，啊去互这个黄安检举是台独艺人吼，互逼这个公开道歉。另外咧，这个宋云化嘛讲吼，这个台湾是
上假的国家，但是吼，搁伫这个微博头顶，搁写讲中国是我的这个祖国吼，是受到中国网友吼这个小粉红的这出征，然后另外吼，真正是伊搁讲这个话的时阵，吼台湾的这个民众吼嘛是感觉真愤慨。另外，搁有这个卢广仲也好啊，柯云也好，拢是因为这个太日头花这个学运吼，吼这个黄安来报这个台独啦吼，啊作品。封杀，另外是电影无法度上映，然后所以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中共的这个手段是对咱台湾真正不利的啦吼，这是咱所看。另外，咱嘛要来讲到吼，其实除了这个国庆，也是讲国庆暗会之外咧，就是讲中共的打压，也是讲吼真济，咱讲看到全球气候甲能源市场联盟这款世界各国这个地方组织起来这个部分吼，顶一日官方网站嘛，甲咱台湾6都改做是中国。台湾然后先来邀请这罗水兄啦吼，中国台湾啊好，你交代，咱这回这个陈其迈市长先带头6都联署起来，啊，伫今日佫改做是 Chinese Taipei 啦吼，你安怎看这个事件咧？这个咱来佫加强啦。中华，咱即摆是讲中华台北啦。是。但英文 Chinese 是啥 ？Chinese 也是中国吼。是中国嘛。所以这加油，这国民党老落来啦。这国民党老落来。这把民进党激进啊！这民进党是有努力啊，所以民进党努力几几个例啦。是。伊参加艺术团体，都投出台湾啊。是。参像有一寡迄个驻外单位，像迄个美国的差不多多数的国家啦吼，哪会当改迄个中华台北外贸协会外贸协会，外贸协会过去中华民国，国民党嘅改革，迄无所不及啦，迄天下大乱，有当时好多中华台北，有当时说远东贸易中心，有当时孙逸仙中心，有诶无耽误啦，迄一个国名吼。改到800种，从外交我嘛搞不清楚啦。外交我搞不清楚啦，这可怜大国民党啦。但是加在啊，渐渐有调整。OK。所以你去美国看，所有的迄个外贸协会，即摆拢变做台湾外贸协会，拢已经唔是中华台北外贸协会啊。OK。这袂歹啦。是啦吼，咱嘛看到讲，其实这回。民进党有去做，你嘛加油一下。对啦。做了好，阮加油；做了歹爱批评，不是对不对？加油，委员，加油。技术还袂改，所以你继续。我来讲者，我举例啦吼，你拄啊委员举例嘛，委员你会记得袂？2016年啦，蔡英文政府起来时阵啊，第一个参加的国际会议是倒一个 ？WHA 啦，WHA 迄阵发函给台湾，伊迄阵迄个批内底写啥？1中原则啦，民进党有吞落去无？吞落去啊！这个吞落去，佫派人去，咱卫生部长到 WHA 大会，连台湾都唔敢讲。这款的民进党政府真是可怜啊！我有骂过，我甲你赞声，但赞声了后，要讲这源头伫倒位，是迄个国民党甲迄个共产党对迄个所谓胡联会了后，行使所谓9·2共识，一个中国的9·2共识了后，一中各表啦。哈，北京当时甲你一中各表啦，笑死啦！关伫厝里甲你讲，走去习近平面头前讲话买啊咧，袂见效。伊无一中各表，控8年甲160无法度两方的合作。唔是，从来事实上有这个代志，就跟咱美国无承认台湾，咱台美就无关系吗？是不是？为何袂使安尼两套标准啊？唔是两套标准，一码归一码。到底北京对头到尾，第一天承认一中各表，唔捌有嘛？从来不存在一中各表，你讲这是共识，笑死人。是咱嘛看到旧年哦，其实咱已经看到啊啦，就是最主要就是讲，这个甲胡联会了后，国民党起起楚楚，迄个张荣公啊，就开始对他穿梭，创来创去，然后达成甲北京的共识，这个北京怎爱去甲这个，怎爱去甲这个 WHO 签秘密协议，对台湾
以中国的一部分的名义加入 WHO。哦，国民党抢到要死，可会当加入啊？原来就根据这个秘密协议啊。OK。啊，这个秘密协议，国民党的罪过啦。啊，蔡英文不敢用台湾的名义参加，这我敢明啦。OK， 所以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罗水兄已经讲得真清楚啊吼。咱搁回过头啦吼，就是咱今仔讲的，咱两件代志吼，一件代志，咱看到这个欧阳娜娜去到中国啦吼。另外，咱嘛有讲到吼，就是讲这个美国甲台湾，这个 ING 的这个时阵，咱讲吼，这个 for now 吼，即阵也无完全会当全面来去建交，但是。摆 for good 吼，伊无讲到真这个吼，咱讲真这个限制家己啦吼，所以咱个看吼，伊个有家己这个考量伫咧这个美国甲台湾这个思考的战术也个真济啦吼，所以伊嘛讲到吼，其实伫咧政治经济、贸易等等，拢也个有真济合作的这个机会啦吼。但是咱嘛毋茫讲，咱的外交真正是 ING 会当继续来提升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拜拜。多谢，感谢。秘密协议，你讲的要求，你讲的那是 IHR 啦，IHR。不记。不是啊，你讲 WHO 那个是那个咱参加的 IHR， 不是 IHR， IHR 那是一部分，那是 IHR。